大家好，我係天 Sir，歡迎大家參加呢個網上課程嘅。咁呢個課程嘅內容咧涵蓋好廣泛嘅，從認識皮革開始啦，到一般嘅皮革清潔護理啦，再到專業嘅皮革修復嘅。咁啊由淺入深啦，幫助大家從基本嘅學習開始咧，去到掌握到各種皮具嘅一啲修復技術嘅。咁啊包括咗係真皮梳化啦、汽車座椅啦，同埋手袋等等嘅。咁呢個課程咧係我哋常規嘅線下課程咧開發出嚟嘅。咁啊，線上線下當然係各有好處㗎啦。咁啊，線下嘅課程咧就互動性高啲啦。咁啊，又有導師嘅即場指導啦。咁啊，線上嘅話咧，自己可以安排好自己嘅時間，隨時可以學習，又可以不斷重溫。咁啊，更加有利於大家掌握重點同埋難點嘅。咁啊，另外啦，呢個課程咧亦都包含咗一啲維修相關產品同埋工具嘅一啲使用方法同技術嘅。咁可以幫助大家更加全面咁樣、更加專業咁樣咧，了解到呢個行業嘅一啲產品同埋使用方法嘅。呢個課程咧總共分開9個章節嘅，每個章節咧都有唔同嘅圖片同視頻展示啦，務求令到大家咧對所有嘅修復程序同技巧咧更加清晰易明嘅。咁啊，總括嚟講，整個課程內容豐富啦，實用性高啦，既適合嗰啲學習 DIY 皮革修復嘅學員啦，又適合嗰啲已經做緊相關行業嘅人啦，或者係有志於開展皮革業務嘅個人或者企業嘅。咁啊，大家喺學習過程之中咧，如果遇到任何困難啦、任何建議嘅話咧，歡迎咧提出嚟討論。咁啊，強調一下，皮革修復咧係一種美容工藝，工多藝熟，熟能生巧。咁啊喺學習過程之中咧，會遇到各式各樣大大小小嘅問題嘅。咁啊，只要大家咧抱住一個積極嘅態度啦，相互學習，咁啊一定可以共同成長，精益求精嘅。多謝大家。